今天特别要来向乡亲报告好消息，同时也要来向工程人员致敬。苏阿改通车了，这是经过多少人一凿一锤、一挑一担的辛苦，我们要特别感谢沿路来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，同时也要向乡亲报告好消息。我们的乡亲一直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，政府非常努力在做，当然不可能一步抵达，但是一阶段一阶段的完成。今天的完成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成，又一个新的阶段，包括从东澳到南澳，包括从和平到崇儒间，还有很多阶段，我们还要再继续来完成。去年底我已经核定了可行性研究，会再继续为花莲、台东所有的乡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来努力。希望大家一起再给工程人员加油。好，谢谢院长。院长会不会担心春节塞车的问题有漏洞下狱？春节是国人最大的节庆，大家也都想回家团圆或到处走走，所以去年我就已经宣布，我们在除夕的前一天就开始弹性放假了，这是新的做法，希望国人同胞早一点安排，可以方便的时间出游或者回家，同时新的路网完成，难免一开始有些不适应，所以我有拜托交通部林部长以及内政部徐部长，警察方面先做规划安排及宣传，让国人知道使用新的路，尤其像苏阿改通车，一定给花莲的乡亲、台东乡亲更安全、更方便回家的路。希望大家好好使用，但是一开始，尤其年节期间，难免还是会有比较高使用率，还是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的使用规则，一定要安全最重要。院长，请问。